眼神专注，动作利落。今年已经将近80岁，知名神帽制作艺师郭春福，这天来到主祀保安广泽尊王的狮山凤山寺聚宝堂，亲自帮神明丈量头围、调整帽型，流畅的动作完全看不出岁月痕迹。过向哦，伊的帽啊，那叫伊金什么装起来，这是李龙花，啊，但是洗了灯哦，洗了灯，伊是对拢甲对底无，因我讲啥嘛对底无，啊，那伊阮咧做的哦，我是会甲人客解说，人客哦，伊人感觉讲，伊要对李龙花，我就甲做李龙花，李龙花的工比底无工较济。春福师的作品遍布全国各地，最知名的莫过于鹿耳门天后宫正殿妈祖，号称全国最大的银质后冠。妈祖金身高将近4公尺，头围约5尺，银帽重达17公斤，高1公尺，相当巨大。同时还挑战自我，2025年完成一顶头围仅1寸半的中坛元帅银帽，大小几乎与50元硬币相当。展现工艺的极致掌控。要看遐油哦，要去当了做的时候，无遐简单。伊目，你即摆咧做的时候，伊目睭就开始会酸，流目油。啊，你差不多做差不多5分钟，大家再起来行，起来休息。做5分钟的工课，你要休困哦，休困差不多3点至4点钟，伊目睭快我就去恢复。除了全国最大及最小银帽，4点大天后宫正南妈后冠也是出自他手。即便银价年年上涨，一顶银帽动辄30-40万元，至今都仍有信徒来求帽。郭春福不仅将纸帽精致化，推展成神帽，更将早年打金镶嵌宝玉的嘎嘴技艺融入神帽制作，结合粉线、画色、安金与彩绘工法，汇整出完整的神帽造型体系，开创独特风格。阮较早哦，阮这拢是用学轻功的啦，拍琴啊，拍琴啊哦。拍琴啊，你若做落吼，差不多大拢会晓做啦。但是即摆囡仔哦，伊要学师啊，伊学袂着，伊拢学无偌久哦，伊就要家己要出去做头家，家己要出去做师傅啊。因为这个功夫就是经验的传承，这个经验的累积。你知影？你经验愈好，伊的功夫哦，伊就会愈好。一顶手工神帽，从丈量、打板、绘图、造花到熔接，往往耗时数月，甚至1年半载。他也成立自己的工艺社，就位在自家地下室，里面的师傅都是老婆、女儿和媳妇，堪称背后最强的娘子军团。耐着高温火烤，一敲一打，敲出完美弧度，也敲出传承的重量。野火野这个火，这个火锤伊要野会知，要控制住3个月，我都甲教教伊，我都当学，伊我都当做，但是伊的经验无够，无我都当做亲像迄老啊。啊，你若讲外口有人要学，我嘛想来教，有人要甲教。但是现在囡仔都拢学袂着。郭春福累积超过1甲子手作神帽的精湛工艺技术，来自于对自我极高的要求。2016年获得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登录为台湾少数的神明银帽技术保存者，作品更被称作神帽界 LV。记者陈怀谈的报道。